提到双口相声，一向被视为是说唱艺术的顶峰，但是您听过客语双口相声吗？桃园的瑞园国中老师古美珠所指导的客语双口相声团体就是比赛的常胜军。原来呢，古老师在学校打造了全客语的环境，让孩子们自然而然说客语，也就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客家文化。今天感动时刻，我们带您来聆听客语双口相声。上课钟声，桃园瑞园国中的这一堂课很不一样。同学们只要走进这间教室，就得全部说客语。普通话好。打造全客语的教学环境，老师古美珠很用心，特别是教导客家双口相声，参加各大比赛，得奖无数。同学们个个是高手。阿豪哥、阿珍妹同学俩一搭一唱，内容很逗趣。客家传统说唱艺术，无论是声音、表情，小朋友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教材全是老师古美珠自创的。51年次的古美珠是桃园杨梅客家人，担任客语支援老师有9年的资历，曾经参与第4届客语生活学校观摩赛，获得第1名。念了一下，同学们跟着音乐唱唱跳跳，在一片欢乐声中学习。古老师用生动活泼的教学，让孩子们自然而然说客语。你找的题材要比较活泼一点，对你找的活泼就是要更多样化、多元化，这样小孩子才不会觉得很无聊。剪豆腐、龙龙伞，黑马改动器，还有透过猜谜游戏学会客家歌谣、俚语。同学们每天上学最期待的就是这堂课。每个人都很喜欢上这堂课。所以你学到什么？客家文化，还有客家祖先持留下来的精神。学到一些像客语的童谣啊，还有那个谜语那些，然后都觉得很有趣。客家歌舞演出也令人眼睛一亮，每个孩子一站上舞台都散发出自信的光彩。客家传统艺术也借由他们的歌声代代相传。全客语环境，古美珠用心打造。双口相声，孩子从头学，声音抑扬顿挫，表情生动到位，征战全台，获奖无数，也荣耀了属于客家的感动时刻。